后来乡亲啊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无法度出国去佚佗，到这个滨东馆来食美食，嘛会当感受到外国的风味。一间是伫咧里港，甲这个低调改造做面店；一间伫咧滨东市，是一间串冰店。两间拢行这个日本的风格，有高的日本味。面切好，淋一寡酱料、葱仔猪，搁配肉，为了食这个面甲卤味，单点外钟嘛甘愿。像它的卤菜就是有加那个花生粉，然后觉得蛮特别的。面是团一架子的好手艺，食饱了，甲这个美景翕相留念才是重点。为刀啊、椅啊到茶客的招牌，室外竹梨啊、杯啊内面的花，四季拢有日本味。餐厅伫咧滨东县李港乡的巷仔内，第3代接班人发挥少年人的创意，将老爸旧底条打造成为后花园变成台式的面点啊，是真的李港人记忆内面的好滋味。食材新鲜，然后把材料用到品质好一点的话，其实大家都吃得出来。另外一间伫滨东市巷仔底串冰店，同款有真高的日本味，招牌点心是超人气。外边有铺茶冻、红豆啊、白玉、搁牛奶糕，这个口感真高，搁袂甜袂味，甲即款以葡萄为主的串冰，拢互人食甲真够开。装潢很美，然后植物摆设很优雅的感觉。内面有真侪旧物件甲大花，整体风格是行工业风，又搁带有现代感，翕起来真水。这个文化青年早一本册，伫这款的空间内食美食。真正享受。